知道。OK。然后报告其中有一项那个小手册，就是圣经公会的第6个，这个就是这个。哦，你报告的时候可以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个。台语礼拜就好，华语就好，华语应该不太会用这个。那个金明，今天因为没有那个圣歌队献诗，所以就没有会后诗。好，谢谢。没有，我应该去补一下，因为那时候我在巴厘岛，蛮赶的。那个你可以看 YouTube 啊，小甲虫看3次，真的很屌。对啊，我有时候超屌。超屌嘞，那个，因为我其实不认识他，可是我觉得那个越见场面做的很大，因为那大巨蛋超猛，吓到。我看大家都上去。超级。而且他5月天而且他们说那个什么中信金是那个马兄弟的老板，然后当初给的预
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咱即时首先来锻炼，今仔是礼拜马琴的信诗歌。首先来看第一条信诗歌是信诗173首，173首，上帝只是临在。即首大家正熟，咱来吟第1节就好。上帝只是临在，大家当心敬拜，伫主面前虔诚服侍。上帝伫圣殿内，大家点睛礼拜，心肝全因。第2首今仔是较特别，因为今仔日圣歌队去圣丰教会进行圣乐的报道，所以圣歌队无伫个，咱就做伙用圣诗211首，上帝设立安息圣日这条诗歌来做伙学乐，咱嘛来锻炼一下。211首，咱来吟第1节。上帝设立安息圣日，因阮赐福天万民，只是圣道恭敬来守，稳定福气充满心性，通欢喜，今时通甲圣道相见，只愿上帝。主必怜悯，护我的高，以阮主情，通欢喜，世上安乐，无通相比。接下来看回应的圣诗，回应的圣诗296首。296首，耶稣吊挂来行天路，咱由阮来吟第1节就好。耶稣吊挂来行天路，错过向前，时进步，世间无论危险艰苦，救主耶稣是去保护。圣诗锻炼到这，咱只是将手机关机，迄就是关正当，咱要准备心来做礼拜。
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，我永远地爱得到，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，看伊的阳光，照亮伊的殿。圣诗173首，上帝即时临在，会众请起灵诗。请咱永远徛的，咱来攻读新的诫命，请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相亲像，是讲你着听厝边，亲像家己。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诫命予恁。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即摆咱来交读启应文，启应文25篇，启应文25篇。我来刻，恁来应。我要入黄山。我的帮站是对耶和华来。伊是创造天地。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掣。保守你的是耶和华。耶和华伫你的正面做你的应允。你时太阳无伤你。暝时月也袂害你。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免受一切灾害。伊要保守你，
你出你力，耶和华要保守你。对即时直到永远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做阮的天父，感谢你即礼拜对阮的看顾。主，你是何等伟大，将你都是爱囝赏赐互阮，互阮得到永远的活命。主啊，伫阮信仰的道路上，求你帮赞引带阮，无论拄着啥物环境，坚固阮的信心，甲主同行。感谢主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，阮嘛愿意做主下用的器皿，受到你的呼召的时，确信这是主你的旨意，互阮有勇气回应你的呼召。今仔日的圣经讲，你无得惊，因为我甲你伫地，要救你。这是耶和华讲的。因为有主你的同在，阮无惊吓。主对阮的有呼召，也一定有应允。伫这过程中拄着困难，嘛会当靠主赢过。因为主，你赐予阮的恩典，拢教也阮用，会当互阮伫雨势中，哪雨势哪甘甜。伫这中间，经过八处拆毁，然后建立再正，会当看见主你的奇妙作为。搁一摆感谢主的引带甲带领，求主继续甲阮伫地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免。乌鲁信诗211首，上帝设立安享胜利，会众请起立吟诗。上帝设立安享胜利，因阮赐予天的万民，真多强来受，稳定好气，充满信心，通欢喜，欢喜，今日通过，真多三件，只愿上帝慈悲显明，予我的教，因恩尊敬，他欢喜，他欢喜，世上安乐，无通相比。今是耶稣，你是我，他也是神，魔鬼的关，无比掌管，因我的主，我命弥留，使我完全。通欢喜，通欢喜，今日通过，成多所见，只怪上帝慈悲显明，予我的教，因恩尊敬，通欢喜，通欢喜，世上安乐，无通相比。求主听通，极大无比，无悔信心，教我行去，感化我心，明白真理，烦恼苦痛，变正欢喜。通欢喜，通欢喜，今日通过，成多三件，只愿上帝慈悲显明，予我的教，因恩尊敬，通欢喜，通欢喜，世上安乐，无通相比。大家心多，当日颠倒，应是基督，敬拜虔诚，愿主赞我，坚信决意，真一世人，做你下士。通欢喜，通欢喜，今日通过，是多三件，只愿上帝慈悲显明，予我的教，因恩尊敬，通欢喜，
请坐。圣经，今日上帝的话记伫耶利米书第1章第20到第10节，伫旧部的后壁面，我来读。当犹大王阿门的囝约西亚继位的13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伊。搁伫犹大王约西亚的囝约拿敬继位的时，伫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囝西底家11年的落尾5月间，耶路撒冷人受掠的时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伊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讲：我袂创造你伫腹肚内的大身，我捌你；你袂出胎的大身，我分别你做圣。设立你做列国的先知，我就讲：孩啊，主耶和华啊，你看，我袂晓讲，因为我是囡仔。总是耶和华对我讲：你毋通讲我是囡仔，因为我囝有找你，你着去；我囝有吩咐你，你着讲。你无得惊，因为我甲你伫地。要救你，这是耶和华讲的。耶和华就伸伊的手摸我的喙。耶和华甲我讲：你看，我有将我的话下伫你的喙。看啊，今日我设立你伫列邦列国的顶面，是为着要拔除、要拆毁、要败坏、要车倒、要建立、要栽培。上帝话。读到这，进度咱请知梅牧师，伊的题目是回应呼召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这时咱同心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常常借着圣神保惠师，将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内。恳求主你帮助阮，会当有一个柔软、新的心。新的灵来回应主，你所对阮所讲一切的话，也借着你对耶利米所讲的话，互阮今仔日会当学习，要安怎来顺探你的话语。愿安尼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拄啊，才读过历代志录，相信咱对南国犹大最后的景况。大家应该小可淡薄仔印象。顶主日，伊个牧师嘛捌讲，犹大最后一个真好的君王约西亚。虽然约西亚有一对互上帝真头疼、真伤脑筋的爸母，总是呢，约西亚伫8岁的时阵，就做王了后，却会当行上帝所看做是好的代志。伊到16岁。就会当凡事知影超彻耶和华上帝的心意，直到伊20岁就奋兴旨意，进行宗教改革。到伫伊26岁的时阵，有发现律法的册。这本律法的册是上帝对伊所做一切肯定甲鼓励。这是顶礼拜咱所读的经文的内容。接续今仔日这主日，咱就爱看耶利米书。今仔日的耶利米书第1章的第20、第30，安尼讲：当犹大王阿门的囝约西亚继位的13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伊。搁伫犹大王约西亚的囝约雅敬在座位的时，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囝西底家11年的落尾，伫5月的迄当阵，耶路撒冷人受掠的时，耶和华的话一直拢临到耶利米。这20短的经文的背后，就是南国犹大最后对奋兴到伫灭亡，互人感觉真空虚的遐个光景。那才会说明耶利米的一生，伊一生的呼召，伊所面对的是啥物款的风景？
伊所面对的拢是真大忧伤甲失败。上帝话头一届领导耶利米的时阵，是伫约瑟亚王21岁的时阵。迄当阵约瑟亚王进行宗教改革，才拄开始那定。咱拢知影，改革啊，改革本身就像冰山的一角。看顶面安尼，总是会对一大趴。伫改革的过程，一定会有真多伫台面上咱看袂到遐个黑暗、妖幽怨在进行。果然，约瑟亚迄场的改革，等到伊死了后，也亲像水船过水无痕。伫经文第30有讲到，约雅斤甲西底家在位的时阵，上帝话也定定临到耶利米。约雅斤是埃及所立的君王。可能大家想讲，毋是犹大的王吗？哪会是埃及来甲伊设立啦？因为当时的犹大已经要用赠送贡品，就送礼物的方式来得到埃及的保护。意思是安怎？意思是伫约雅斤在位的时阵，上帝的百姓因所伫意的，因所伫意要挖苦的，毋是上帝，因所伫意要挖苦的是埃及。后来国际局势发生真大变化，有一个拄兴起的国家巴比伦，就替换埃及，成做犹大人新的主人。总是约雅斤，伊犹原想要去揽迄个要挖苦埃及，伊就背叛巴比伦。巴比伦当然袂应允允许即种的代志来发生，所以巴比伦就甲犹大修理甲真凄惨。犹大所有社会地位的人，拢受掠到巴比伦。接续的君王西底家，犹原无要听先知耶利米所讲的一切苦劝，直到国家灭亡，圣殿也受毁坏。咱对这一切通发现，耶利米一生的奉献一点仔光彩都无。咱以为信心的做工才会想要受洗礼，伫受洗礼的时阵，咱拢有甲上帝立约，其中最后一条就是要真心真力服侍耶和华，做圣道的本分。咱在受洗礼的时阵，就领受上帝呼召，因为信心甲咱呼召，咱就用受洗礼来回应上帝的听，来回应这个呼召。总是咱一路服侍上帝，甲上帝同行，做上帝工的过程。请问，你是感觉服侍这项代志是足光彩的，还是感觉愈来愈无力，也愈来愈怨叹？其实上帝伊比咱家己较认捌咱家己，所以伊就对耶利米讲第40、第50的经文安尼讲：耶和华的话阁临到耶利米讲。我未创造你伫腹肚内的大身，我就捌你。你也未对老母的腹肚内出来的时阵，我就分别你做圣，设立你做列国的先知。上帝伫伊也未将耶利米做伫老母的腹内之前呢，就已经认捌耶利米。这个认捌绝对毋是表面上的迄种的认捌，毋是讲哦，这。某咪人哦，我捌听过啊，我听过这某某人的事迹，我捌听过伊，迄只是讲对 FB 顶面安尼看哦，我知影这个人做啥物代志，经历伊的经历安怎讲安怎。迄只是讲咱咧去上班要去找头路，都要写自传。上帝对人的认捌绝对毋是对遮的来，也毋若是安尼。上帝是。知影咱真深咱心底，甚至是连咱家己拢无发觉的心思意念，上帝伊拢知。咱就用出埃及记来做例，上帝知影出埃及记伫头前有讲，上帝互法老的心意，法老的心意毋是因为上帝，是因为上帝认捌伊。上帝知影法老的心一定种硬斗的，上帝不过是顺风车刀墙，顺水推舟。
伊使用法老的心意，予以色列百姓甘愿军队摩西出埃及。上帝将摩西对万人中分别出来，派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但上帝将耶利米对众祭司的中间分别出来，派伊做列国的先知。上帝竞选甲呼召，绝对毋是忽然想到的，毋是亲像安尼。上帝是确实明白这个人，也深知伊所有和耶利米有关系所有的一切。现在，上帝召咱真做一位基督徒，甚至予咱进一步担任教会的某一寡职分，譬如讲，做牧师、做长老、做执事、做团契会长、干部、辅导，还佫有教会一寡同工。伫上帝呼召的背后，拢有伊对咱真深的认捌。伊比咱家己搁较了解家己，伊知咱的体质，伊知咱要对倒位开始，也知影咱的限制。总是咱往往会亲像耶利米，对伫一个新的职分甲任务，对伫未来做无确定，会产生犹豫甲烦恼。有时咱真惊，咱无法度来承担，也对家己无啥物信心。甚至会惊讲无法度处理遮侪人的意见，所以耶利米伊才继续讲。当上帝召耶利米的时阵，耶利米就甲上帝讲：嗨呀，主耶和华啊，拜托一下，你小看一下，你嘛看卖一下，我袂晓讲啦，因为我是囡仔。你叫我讲遐个话吼，我袂晓，因为我是囡仔。伊真正是囡仔吗？伊真正袂晓吗？也你可能伊家己也知影讲，像我遮尔啊少年，我讲的话敢有人要听？我所讲的话敢有人要信道？以赛亚受调的时阵嘛是安尼啊。先伫以赛亚上帝甲伊调的时阵，以赛亚就讲：我是喙唇无清气的人，佮踮伫喙唇无清气的人的中间。所以意思是讲，上帝毋通找我啦。我无资格。摩西也是安尼，上帝调摩西的时阵，摩西嘛讲：我是含慢讲话的人，毋通，千万毋通。我讲话足含慢的。伫创世纪第3章，当迄条蛇引诱夏娃来勾正亚当来食迄粒树、迄丛树顶面的果子的时阵，魔鬼撒旦会诞生伫夏娃的心头，野落会互人产生犹豫的种子。迄个犹豫的种子，就是对伫上帝所讲的话会产生犹豫。会感觉讲，上帝讲啊，敢若无影啦。上帝要紧我，敢对？上帝，你是毋是目睭脱窗，顾着喇叭安尼？你看袂清楚我是啥物款人吗？我也做这项代志吗？耶利米讲家己是囡仔，意思是伊还少年，无啥物经验，毋是讲伊真正是敢若考清迄种的囡仔，毋是遐尼细汉。意思是伊无啥物经验，无法度担当即个职务。确实，伫上帝话临到耶利米的时阵，耶利米不过才20岁。总是迄当阵约瑟阿王也不过是21岁。拄则一开始有讲，迄当阵。约瑟阿王正咧兴起一阵宗教改革，总是一位遮尔啊少年的王，才21岁的王，敢毋是爱配合一个较老练的祭司，迄才是先知，安尼较对吗？少年王爱配一个较老练、较有经验的先知祭司，甲伊辅导，毋是应该安尼吗？上帝太会找一个共款少年的细囝。人性，我们的人性，会互咱会大心看家己、看别人的条件，却毋是仰望上帝。人性会大心考虑家己的需要，却毋是选择无条件相信上帝的律例。咱敢只有想
想要拣遐个较轻松的代志来做，对伫遐个较麻烦的，一想着足麻烦的，遐个代志会闪就闪。咱伫人生的基础，伫即个世界，咱自细汉所累积的一切的智慧甲经验，互咱袂知影要安怎来避重就轻，选择家己较有把握的代志去做。总是上帝救赎的计划，却毋是安尼。上帝爱咱伫耶稣基督内面学习，独我靠伊，毋是我靠家己的熬啊。咱爱伫耶稣基督内面学习，来独我靠伊，毋是我靠家己的熬。上帝通过世界甲咱锻炼，看咱是毋是定定有谨慎祈祷，互咱的心不断对这个世界来转向上帝。毋是亲像拄则所讲的约雅敬甲西底家，拢要倚靠别人，毋是倚靠上帝。上帝耶稣也讲，如果趁着全世界，却失落家己的性命，阁有啥物利益咧？上帝认捌耶利米，上帝疼伊，也疼记那属于上帝的人。所以上帝就安尼甲耶利米回讲第7节、第8节的经文，上帝对耶利米讲：你毋通讲我是囡仔，因为我既有找你，你就去；我既有吩咐你，你就讲。你无得惊因，因为我甲你伫地要救你，这是耶和华讲的。虽然魔鬼撒旦伫耶利米的心头压落迄个妖异的种子，总是即粒种子到最后，是毋是会当伫伊的内面定根发芽，就在伫伊对上帝的态度，也在伫伊甲上帝的关系。咱若有定定伫上帝面前祈祷敬拜，伫耶稣基督内面谦卑祈祷、谦卑敬虔，即粒妖异的种子也一定会存过水无痕。耶利米就是安尼，所以上帝对耶利米所讲遮的一切话，就将魔鬼压伫耶利米心中，迄粒对上帝、对伊家己妖异的种子，就安尼真简单就摕掉啊！真简单就甲伊摕掉。上帝话带互耶利米有向前的气力。上帝甲耶利米壮胆，讲你无得惊因啊，因为我甲你伫地。亲像伊捌对约书亚讲，你着刚强壮胆。上帝当初如何甲约书亚同在，今仔日也和耶利米同在。现在以马内利的耶稣基督，阁是定定拢甲咱三甲伫地，敢毋是安尼？总是有一句话，咱可能会想无，就是讲伫第8节，第8节，上帝讲你无得惊因，因为我甲你伫地。然后上帝讲我要救你，可能咱会想讲是安怎？上帝呼召耶利米是咧救伊的。上帝呼召一个人，毋是要将咱当作是廉价劳工，好像不断的使用我们、压榨我们。伊是要借着呼召来拯救咱。透过呼召，上帝互咱因为有即款的身份甲职分来学习，来定定谨慎学习要安怎谦卑甲上帝同行。因为有这样子的身份，有这样的职分，我们就会常常警醒，说我们是个基督徒，我们是耶稣的门徒。我们要怎样才能彼此相爱？即便你爱不下去，但是常常这句话就说：主耶稣，主耶稣，这个人实在是我实在是疼袂落心啦。总是主，因为这是你的吩咐，这是新的改变，你爱阮彼此相疼。虽然这个人足不可爱，恳求主帮助我，互我知影要安怎通疼这个人。
我们要如何来学习爱人如己？所以上帝在呼召咱，是在拯救咱，脱离这个世界的价值观。咱会当对服侍中间得到主耶稣的修正，咱的性命从咱性命中无合伫主心意的遐物件，拢甲伊背出来，互耶稣会当重生，互咱的性命会当重生建立栽培伫耶稣的听，通脱离这个世界有为，受分别做性。毋是受洗礼了后，咱就分别做性啊！咱的心若无继续操练，无继续注意要独独倚靠上帝，若是安尼，咱永远是倚靠世界，永远是倚靠家己的牛，安尼，咱敢有得到拯救？因为当咱靠人人倒、靠山山崩的时候，咱的心敢有平安呢？咱若毋是独独倚靠上帝，咱的心无法度得到真正的平安。耶稣基督牺牲家己的性命，拯救咱脱离这个充满邪恶不义的世界，互咱伫这个无仰望、阁无疼心，兼互人失胆、无信心的环境，通活出一个有价值、有意义、阁有见证的人生，通得到主的欢喜。所以到伫最后第九节、第10节。第9节、第10节的经文讲，耶和华就伸伊的手，摸亚利米的喙。耶和华甲亚利米讲：“你看，我有将我的话下伫你的喙，你毋通惊，毋知要讲啥物；你毋通惊，毋知要去做啥物，因为我拢会甲你讲。”第10节讲：“看，今仔日我设立你做列国列邦的顶面，是为着要背出。”要拆毁，要败坏，要斜倒，也要建立，要栽培。上帝欢手伫亚利米的喙，使伊有服侍的气力，也使伊着讲的话语。当上帝赏赐信心保惠师，诚做咱随时的帮衬。约翰福音书第14章有讲。借着真理的信心，伊会将咱所着行一切来教导咱，也会将遐超过咱所会当想象的平安赏赐互咱，互咱的心中无阁充满惊吓，也袂失胆。咱通活出有信心、有仰望、有勇气，拢在伫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的国话。咱通伫服侍的过程，将魔鬼撒旦压伫咱心头迄个妖异的种子，甲伊毁掉。因为耶稣的国话，咱通拆毁、掐倒、毁坏咱生命中遐个对家庭、对社会、对世界，遐个互咱感觉真自卑、真有为、真垃圾，阁互咱有时啊，互咱感觉足骄傲的巴别塔。巴别塔就是从我们人的所有负面的、不合上帝喜悦的那一切堆积起来的。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，只要我们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生命那一些看似不可攻破的营垒全部摧毁。当咱在看先知亚利米一生的呼召，一生的道路。咱发现上帝毋是伫一个真稳定、真好势的环境呼召伊，颠倒是一个愈来愈歹、愈来愈凄惨、愈来愈落魄的环境来召伊。上帝也无伫亚利米，伊感觉自我感觉真好，感觉啊，我已经准备好啊。甚至是伫亚利米，伊感觉家己无资格的时阵。来呼召伊，上帝的主权、上帝拣选甲呼召，咱无法度躲闪。迄是上帝的主权，也是上帝的怜悯。上帝的召咱是以怜悯咱，要救咱。咱所会当做，就是用正确的态度甲决心来回应上帝的呼召。意思是，
是咱4年一摆要来进行中级的改选。我想伫一般世俗的观念，拢讲当选是上帝的竞选甲呼召。有时人会讲啊，上帝互迄个人当选，就是上帝要特别要来竞选伊，上帝上帝认同他，上帝看好他。但一般世俗的观念是安尼。其实各位兄弟，无当选嘛是呼召哦。无当选也是同款是呼召。牧师举一个例，牧师有一摆买菜，买一包迄落高赞塔9层塔。高赞塔，若买到高赞塔转来，毋知大家会用高赞塔来炒啥物物件？牧师迄天吼想要炒迄落蛤蟆。炒迄个蛤蜊，高赞塔配蛤蜊很搭，对不对？吼，我就买了一包高赞塔转来，要来炒蛤蟆。要炒的时阵，在准备备料的时阵，就为迄包高赞塔，原本是讲规个拢整包，本来想整包都用，后来想，敢若伤多咧。啊，想讲冰厨吼，阁有一寡鸡卵吼，9层塔炒蛋。也还蛮好吃的，又可以带便当。我就想讲啊，我不要整包，不要用整包，我就留一些，我就只取一部分的9层塔来炒蛤蜊。同款一包高赞塔，有的去炒蛤蟆，有的去炒卵。互留落来，无选到伊炒蛤蟆的，他要去炒蛋。大家有了解我的牧师的意思无？吼，可能想讲，有人会想讲，炒蛤蟆较有价值呢。吼，伫迄个餐厅吼，迄个蛤蜊炒9层塔，一盘可能会有300块。吼，啊炒蛋呢，9层塔炒蛋可能只有100块尔。炒蛋较无价值，总是有价值无价值是在人的啦。因为安怎讲咧？蛤蜊炒9层塔，无法度炸便当，因为牧师因为只爱要炸便当，子瑜嘛爱炸便当，吼，9层塔炒蛋就可以带便当。所以对伫一个要带便当的餐桌来说呢，9层塔炒蛋跟9层塔炒蛤蜊的价值很难放在同一个天平来比较，对吧？各有不同的功能，各有不同的展现。拄则有讲到亚利米伊的出世，伊是伫个祭司的家族来出世。伫祭司家族出世的亚利米，伊互上帝拣选出来做先知。其他无受到拣选的祭司咧，因有因家己的职务啊。总是遐个祭司，遐无受到拣选做特别做先知的遐个祭司，因是会感觉啊，无受上帝拣选，感觉足见笑。上帝，你哪会无选我？你是甲我看袂起哦？吼，还是讲我做啥物做到还袂够开，所以你感觉我无资格？因是会见笑转上去，还是会照平常安尼一如往常，继续忠心。因的手原本所做的工，毋知圣经无讲，总是即个回应放伫咱的心中。咱若无受到拣选，诚做长老，诚做执事，或者是团契会长等等，咱会起屁面讲吼，即个基督徒我无爱做啊。上帝就看我袂起啊！上帝若看你袂起，耶稣基督就袂替你流血牺牲伊的性命。伫上帝的角度，每一个基督徒拢有家己的价值，拢有家己的位置。愿咱拢通伫耶稣基督内面保守家己的心啊！爱知影，
咱会诚做一个基督徒，是耶稣基督牺牲伊的性命，伊流宝血救赎咱。上帝召咱服侍伊，嘛是要拯救咱，脱离这世上一切有的。咱的确爱立志，无论咱有当选无当选，无论下主日主日礼拜选举的结果是安怎，咱拢共款爱继续立志，甲上帝同行，为着家己，为着教会，不断进行培出毁坏的工程。我们一定有许许多多还需要拔除、毁坏、推倒的地方。同时也爱借着信心的保守甲带领，将家己迄个互修剪的性命重新建立栽培，成做属灵的活石。我们要重新被建立、栽培，成为属灵的活石，去做上帝的殿，为主做干净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。感谢你对阮的呼召，感谢你对阮的认捌，感谢你赏赐信心感动阮，互阮有信心、勇气，通回应你的呼召。感谢你伫阮失落平安的时鼓励安慰阮，伫阮摇曳的时赏赐智慧帮助阮。主啊，当阮要伫你的面前搁一次立志，虽然呼召的道路崎岖坎坷，无介好行，总是阮犹原要跟缀你继续向前跑走。愿主你坚固阮的手所做工，阮的手所做工，愿你坚固伊。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回应诗信诗296首，耶稣召我来行天路，会众请起立诗。耶稣召我来行天路，带我向前一进步。世间无论危险艰苦，有主耶稣时时保护。我会求主基督耶稣，全面的手是家。
请坐。奉献，咱请护塞同工。会众请起立。请坐。即马公道，即马是公道的时间，咱做伙来看要公道的事项。头一项，愿主赐予阮有勇气应对呼召，赐予阮有信心顺服呼召。互阮会当用敬虔的甲顺服来回应呼召，为着基体陈德明、陈丽水、赖清光、汪林敬秀、谢丽慧、胡艺梅、杜昭、陈秀龙、许章美、黄世琪、林以诺、李碧莲、张宏龙、李雅娜、陈怡君、杨志坚、林文成、陈义丽、沈淑慧，为着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第三项，为着10月6号中职的改选，愿主保守阮的心怀意念，用选举甲主同工，选出合他心意的中职。第四项，为着中东紧张局势不断升温，求主怜悯伊伫遭受战火楼难的人们，得安慰，得平安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搁一摆感谢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，阮要时时刻刻甲你伫地，嘛求你亲身医治身躯有病痛的人，也看顾阮的家庭、阮的教会。特别就后礼拜中一改选，藏伫基督中，愿主的圣灵亲身运行。这时，阮嘛要用你教示阮的主祷文来祈祷讲：阮伫天立的爸。愿你的名圣，
你的高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我的人生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去，就救我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、因根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报告，咱做伙来看周报。教会消息，头一项，本主任信歌队前往新竹新丰教会举行圣乐布道，一节牧师和干事一同前往，愿主保守处理平安，龙神益人。第二项，10月5号下晡4点召开小会，请小会员留意。第三项，后主日10月6号是合堂礼拜，将举行本年度第5次的信礼典，要受洗跟信礼涉及于本会的兄弟，请牧师报名。礼拜了，随即召开临时会员合会，办理中级改选，即在人在的会员名单、中级候选名单和小会推荐名单，拢已张贴在公布栏。名单若有漏刊误刊，请向小会更正。当天如果不克出席的在籍会员，请向小会请假。第四项，第4季10到12月的新眼光读经手册已经送达，请至1楼的招待桌自由索取。第5项，第4季活塞排班表已张贴于公布栏和各团体的赖群组，需要纸本的兄弟，请至1楼招待桌自由索取。第6项，台湾圣经公会免费提供2025年的随身记事小册。就是我手上这本随身记事小册，那如果有需要的，可以去招待桌自由取用。第7项，8月份的财务报表已刊登于公布栏，请咱家己来看。团体消息，10月10号，9点半，双联团体要参加北中的松年部庆祝重阳节的感恩礼拜，地点在蒙甲教会。奉献明细，请咱家己来看。上营信息207首，因光归圣父上帝，会众请起立。愿守事仰望的上帝，因为恁对伊的信心，互恁充满逐款的欢喜甲平安，阁互恁对信心的能力充满仰望，对伊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来到闭会，